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7月1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5篇第8节到13节，阿摩司书第3章第1节到12节，歌罗西书第4章第2节到1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持续祷告。祷告读经是基督徒每一天的生活，这虽然是大家都知道的事，但是要能够持续的读经、持续的祷告，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尽管如此，在持续的祷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无论境遇是好或是不好，祷告是否得到了应许，都必须持续的祷告下去。持续的祷告代表着人与上帝的关系的持续性。根据以色列人的历史，他们总是在历史的鸿沟当中来荡去。不顺遂的时候，他们就埋怨上帝；顺利的时候，他们却忘记了上帝，离开上帝。但是因为上帝爱世人，因此就差遣了先知来提醒他们。阿摩司书这个先知书第3章的第1节到12节这样的记载：以色列人啊，你们要听上主告诉你们的话，这些话是向你们全国人民讲的。上主曾经从埃及把你们领出来，他说，在全世界那么多国家中，我选上了你们，你们还犯了那么多的罪，正因为这缘故，我一定要惩罚。两个人不同意，他们会并肩走路吗？狮子没有发现猎物，他会在树林中咆哮吗？少壮的狮子没有抓到东西，他会在洞里吼叫吗？如果捕鸟机没有耳，飞鸟会被抓住吗？没有东西碰触捕鸟机，它的弹簧会跳动吗？作战的警号一响，城里的居民会不害怕吗？除非出于上帝的旨意，灾祸会临到那城吗？至高的上主要采取行动的时候，一定会把计划告诉他的仆人先知们。狮子咆哮的时候，谁不心惊胆战呢？至高的上主讲话的时候，谁能不传达他的话呢？你去向那些住在埃及和亚实突王宫里的人宣布，你们要集合在撒玛利亚周围的山上，看看城里所发生那混乱和欺压的事。上主这样说，那一些人在他们的宫殿里堆满了抢劫和扒窃所带来的财富，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公平交易，因此敌人将包围他们的城市，破坏他们的防线，洗劫他们的宫殿。上主这样说，就像牧羊人只能从狮子的嘴里抢回2条羊腿，或是1节鹅肩。在撒玛利亚过奢侈生活的以色列人，也只有少数能够从灾难中逃脱。先知的话语，先知的任务，就是要让人记得上帝的诫命，回到上帝的关系上面。持续的祷告是帮助基督徒走在上帝的真道上，就如同保罗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当中，他也提到了，基督徒有不同的职分，但是都
都有要做的应当要做的作为。哥罗西书第4章第2节到18节，保罗这样劝，要常常专务祷告的事情。你们要恒切祷告，要警醒，对上帝存感谢的心，也要为我们祷告，就上帝赐给我们传播信息的好机会，得以宣扬基督的奥秘。我现在就是为了这个工作坐牢的，请为我祷告，使我能够尽责任把这奥秘阐明出来。你们跟非基督徒来往要有智慧，要把握机会，讲话要温和风趣，要知道该怎样回答每一个人所提出的问题。我在这里的一切情形，我们亲爱的弟兄推基古会详细的告诉你们。他是一位忠心的仆人，在侍奉主的工作上和我同做仆人。我特意派他到你们那里去，报告我们这里的情况，好使你们得到鼓励。跟他一起去的有一位忠心亲爱的兄弟阿尼西摩，他是你们那里的人，他们2人会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。跟我在一起坐牢的亚里达古向你们问安，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候你，别号犹士都的耶稣也跟你们问安。在犹太人的信徒当中，只有上面这3个人为了上帝国的工作跟我同工，对我有很大的帮助。从你们那里来的以巴佛问候你们，他也在基督耶稣的仆人，他常常为你们恳切的祷告，求上帝使你们信心坚定。作为成熟的基督徒，完全顺服他的旨意。他为着你们，为着老底嘉以及希拉波里的信徒们辛勤工作，这是我个人可以作证的。我亲爱的路加医生和迪马2人也问候你们，请替我们向老底嘉的弟兄姐妹们领法和在他家里的教会问安。你们宣读了这封信以后，请转交给老底嘉教会宣读，同时你们也要宣读从老底嘉教会转给你们的信，要告诉亚基布，他所领受那侍奉主的任务一定要尽力去完成。我亲手写，保罗祝你们好，别忘了我是带着锁链的。但愿上帝赐恩典给你们。服侍者有持续祷告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，不但持续跟上帝建立更好的关系，也应该持续的为上帝的仆人们祷告，为教会恒切的祷告。如同哥罗西书第4章12节保罗提到以巴佛的时候所说的，从你们那里来的以巴佛问候你们，他是基督耶稣的仆人，他也常常为你们恳切的祷告，求上帝使你们的信心坚定。作为成熟的基督徒，完全顺服他的旨意，愿上帝也帮助我们。诗篇85篇第8节到13节，我请听主上帝所说的话，如果我们不再走在愚昧的道路，他将赐平安给他的子民，他必定拯救敬畏他的人，他的荣耀将充满在我们的土地。慈爱忠信彼此相应，正义和平互相拥抱。人的忠信从地上发出，上帝的公义从天上显现。上主要使我们繁荣，我们的土地必定丰收。
公义要走在上主的前面，为他预备道路。感谢上帝赐给我们救恩奥秘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也让我们有先知有使徒的关心来带领。求主让我们能够持续的研经祷告，与主维持良好的关系，愿意以祷告的生命来成为主仆还有教会持续祷告的力量。愿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们。